1997年7月1日，香港正式回歸祖國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。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，實行一國兩制之下港人治港，結束咗長達156年嘅英國殖民管治嘅歷史。香港背靠祖國，無時無刻受到中國嘅關顧，由農產品、蔬菜肉類、食用水，以至日常用品等，祖國更加喺關鍵時刻保護住香港嘅穩定同埋發展。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、2003年沙士疫情，同埋近年嘅冠狀病毒疫情，中央政府均對香港提供咗好大嘅幫助同埋支援。香港亦都分享祖國整體嘅發展成果，比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，灣區各地橋隧路網發展迅速。祖國嘅發展亦都為香港帶嚟咗好似高鐵、航天等新科技。回望過去，我哋嘅國家點解會積貧積弱，屢遭列強入侵，割地賠款，經歷130幾年嘅歲月？我哋嘅國家又係點樣變得強大，經濟高速發展呢？20世紀初，中國結束咗清朝皇帝嘅統治，頑強抵抗列強嘅侵略，最終喺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。建立起一個獨立、民主、自由、平等嘅社會主義國家。建國初期，百廢待興，中國政府實行工業改革、土地改造、教育改革等一系列重要嘅舉措。戰後3年，恢復國家建設以及國民經濟，喺推進咗農業、工業、科教、國防等方面快速發展嘅同時，亦都因為缺乏建設經驗，出現咗一啲問題同埋失誤。喺文化大革命時期，一系列左傾嘅政策導致社會動盪、經濟萎靡。經過吸取教訓同埋總結經驗，1978年中共11屆三中全會標誌住全國進入咗改革開放嘅新時期。從此，中國政府實行咗一系列對內改革、對外開放嘅舉措，推進咗經濟、政治、外交、科學、教育、文化同埋衛生等方面嘅全面發展，使中國成為世界上重要嘅經濟大國。面向世界，中國有住自己嘅象徵符號。升旗儀式上升起嘅5星紅旗，就象徵住全國人民喺中國共產黨嘅領導下嘅大團結。國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節奏鮮明，曲調高昂，象徵住中華民族勇往直前、不屈不撓嘅精神。國旗、天安門、齒輪、麥稻穗所共同組成嘅國徽，象徵工農聯盟與新中國嘅誕生。國旗、國歌、國徽代表咗中國，係主權、獨立、尊嚴嘅國家象徵。中國幅員遼闊，物產豐富，960萬平方公里嘅陸地面積，位居世界第3，約佔世界陸地總面積嘅1/15。境內地勢西高東低，西部係世界屋脊，有住世界第1高山峰；東部則係廣闊嘅平原同埋漫長嘅海岸線。喺廣闊嘅中國大地上，分佈住56個民族、14億人口。喺漫長嘅歷史進程裏邊，中國各族互相依存、交流融合。中國係農業大國，同時中國嘅礦產資源、稀土、化石能源蘊藏豐富，可再生能源發展成熟。由於中國國土遼闊、人口眾多、資源分佈唔平均，鐵路作為最重要嘅公共交通之一，一直承擔住大宗商品、人流嘅主要運輸任務。中國經過長時間規劃，喺21世紀初開始全面發展高速鐵路，亦即係高鐵。由技術引進到自主研發，如今高鐵網絡聯通高原、山區與海島，建橋跨海通路，為物流、人流提供咗便利。今日從香港出發，乘高鐵可以快速抵達78個內地車站，喺廣闊嘅國土上進行管治，絕非易事。省、地、縣、鄉
4個等級嘅行政區域劃分，有助於中央政府更有效咁樣管理土地、人口以及執行行政工作。香港屬於一國兩制下嘅特別行政區，就屬於第1等級。此外，中國設有7個國家機構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係最高國家權力機關。我哋平時經常聽到嘅國務院、國家主席、最高人民法院等，亦都係屬於國家機構，協助政府分別管理唔同嘅事務。改革開放以嚟，中國經濟發展迅速，但係內地好多農村位於偏遠嘅山區，農民生活貧困。於是政府發展數字經濟，為農民帶嚟嘅好處，同時亦都係精準扶貧、因地制宜嘅中國特色扶貧方式。過去40年，中國農村7.7億貧困人口擺脫貧困，從根本上解決咗地區發展唔平衡所帶嚟嘅貧困問題。中國為世界提供咗實踐經驗。相信大家會發現，北上購物消費，我哋可以選擇唔使用現金或者實體卡，街上行人亦都唔會隨身攜帶臃腫嘅錢包，一部手機足以解決所有嘅支付。呢個亦都係數字經濟發展為居民帶嚟嘅便利。不單如此，中國居民如今喺互聯網上邊可以做到好多嘅事情，好似係汽車違章處理、景區預約、網上學習等。如今，中國5G 技術已經列居世界前列。喺呢個基礎上面嘅工業互聯網同埋人工智慧，讓生產、物流等行業效率倍增。但係中國工業喺20年前仲係以初級產品加工為主。中國製造 Made in China 喺過去曾經係中國喺世界經濟生活中嘅標籤。後嚟隨住貿易保護主義嘅抬頭，以及中國日益增長嘅國力，中國製造開始向高端製造方向升級。如今，中國製造2025嘅好多目標已經實現，而喺航天、通訊、新能源等領域，中國已經做到世界領先，有住成功嘅產業升級經驗。中國願意與全球分享發展成果，而一帶一路倡議嘅目的就係希望與全球共用中國嘅發展成果。從建國以來，中國嘅航天科技經歷咗好多。我哋國家1970年發射嘅第一顆衛星東方紅1號衛星，傳輸翻嚟嘅歌曲《東方紅》。2020年，北斗全球衛星導航系統開始為全球提供服務。2021年，祝融號成功喺火星着陸。2022年，天宮號空間站投入使用。中國不懈努力探索太空。相信你對楊利偉呢個名一定唔會陌生，佢係中國嘅第一個太空人。如今，香港女督察獲選載荷專家，有望成為太空人。香港雖然細小，但係香港人可以參與到國家嘅航太工程。香港作為中國嘅特別行政區，可以話我哋國家嘅發展與進步都需要你我嘅參與。如果你想對我哋嘅國家認識更多，歡迎收看呢個系列嘅錄像，當中包括咗唔同嘅主題，讓你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我哋國家點樣逐步增強，發展至今日嘅中國。